这一关没有脉搏。李姐，这次没有心跳。登记一下死亡时间。小乖乖，你有听到妈妈在叫你的声音吗？你不能死，真真，你不能死。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台视4月望雨。我好希望再次看到那个在龙泉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追寻自己将军梦的黄曼丽。黄先生吗？对。你先看看，有什么问题再跟我说。我觉得这间咖啡厅真的还不错哎。这里没有让你可以表演小舞台。所以是因为我才找不到咖啡厅哦。对啊。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找到他？因为他可能知道我需要的答案，为了这个答案，我愿意冒任何风险。你想问我19年前半夜的那场车祸？那车主是谁？他手中的把柄就是8217这台车。我要证明给你看，不管是毕律师还是毕克维，都有独当一面处理事情的能力。靠那么近，干脆接吻算了。经过了啦。3月28日起，每周六晚间10点，台视。欢迎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台记新闻，我是郭义忠。新闻都开始清楚，大家关心上新的消息。咱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一个澳洲音乐家确定会到中国武汉试验。这个音乐家伫咧台湾国家音乐厅表演时，就有3个镜头，伊无挂嘴烟，搁再行入去到观众席所在。针对这件代志，文化部部长郑丽君宣布，国家音乐厅今仔日休困一天，爱大消毒。另外，国家交响乐团嘛取消最近的全部表演活动。详细情形，联手记者林新杰来带咱了解。新杰，好，主播各位观众，带您来关心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在昨天晚上紧急召开记者会，证实一名曾在3月1号来台演出的澳洲音乐家证实了他罹患了武汉肺炎。而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总指挥官陈时中今天到立法院的时候，也被问到相关问题，带您来关心。他在下半场的时候还有进那个观众席。可以听到陈时中表示，其实相关的讯息呢，指挥中心都有掌握。但其实这名音乐家呢，在排演的时候就曾经出现过咳嗽的情况，而且他都没有戴口罩，甚至呢，连文化部长郑丽君都证实说，这名音乐家曾经走进观众席，让在场的听众真的都是心惊惊。来听郑部长的最新说法。昨天记者会后，那我也请国表艺连夜清查，掌握这2场活动他入座观众席。他的位置跟他周遭附近的观众的名单。那么初步了解，有一场入座的时候，旁边是他同行的友人以及 NSO 的人士啊。那么另外一场也已经初步有掌握这样的一个名单哈。那一并会将这些匡列的接触者，那么请国表艺NSO 汇报给指挥中心。那么由指挥中心来判断其中属于密切接触者。那么会来进行联系那么来配合相关的这个检疫的措施。那这个是整个个案的处理的这个情形。可以听到郑部长宣布，其实跟这名音乐家同场演出的这个国家所属的这个交响乐团，目前已经暂停了所有的这个全球的巡演，而国家音乐厅呢也暂停了所有的演出，要来进行全面的消毒，避免有感染的情况再度发生。以上最新，先把镜头交还给彭磊主播。多谢新杰。另外，这方面特别赶紧来关心咱的国家音乐厅，早起时清洁人员就一站一站来大消毒。详细情形，继续请记者陈祖环来带来了解。祖环。好，主播，澳洲一名知名的中提琴音乐家呢，在澳洲确诊武汉肺炎，不过他之前呢却来到了台湾，在2月28号以及3月1号呢，曾经来到这个国家音乐厅来进行演出哦。今天清洁人员呢一大早呢就针对这些演奏厅，还有一些化妆室以及厕所等等的地方来进行全面性逐层的消毒工作。赶快来听一下现场的最新访问。我们先请我们安全事务组的同仁做各楼层的人员的净空。然后把应该打开的房门打开。那在今天早上8点钟，我们邀请清洁公司的同仁在地下室停车场那整装，那逐个楼层会做全面性的消毒跟清洁。目前我们取消的节目因应昨天的疫情，那我们是一共交响乐的有3场，那今天跟明天各有2场。
好，那这次国家表演艺术中心呢，针对各场馆在防疫期间呢，其实都已经落实了清洁消毒工作。不过呢，因应这一次个案呢，也表示说，国家音乐厅呢，这一次今天到3月7号以前的这个表演呢，都是暂停演出，以净空场馆来进行消毒作业。另外，针对有跟个案密切接触的相关人员呢，也已经配合疫调来办理，并且实施这个居家隔离以及自主健康管理的措施。不过现在呢，又传出说，其实他在2月28号下半场呢，是有到观众席入座的状况，以及3月1号呢，在彩排的时候呢，全程都是有不停咳嗽的状况哦，但是彩排的时候都没有戴口罩，详细的状况呢，都还有待进一步厘清。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多谢主管，过来关心咱台湾去为到中国武汉肺炎确定的病例，搁再加2个。第44例是去菲律宾旅游，一个北部30多岁查甫，伫咧菲律宾在地就为场长无爽快落屎镜头。这个月转来到台湾了后，因为脑较大数，先去医生看，即马人结果伫咧负压隔离病房，算是为外国回入来的案例。另外第43例是一个北部50多岁妇人人，伊含进前公布第39例去埃及旅游画着的人直接着。2个人做伙上插花课，坐伫咧小队上。落尾第43例因为身体无爽快，采检通报了后，伊才互人查到。指挥中心嘛宣布第39案已经结案，结果即马含这个第39案直接的人煞有阳性的反应。武汉肺炎继续伫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召开记者会，公布新增加2名确诊的案例。第43例是北部50多岁查某人，嘛是第39例确诊进前接触过的人，最近无去国外旅游。2月24号到25号，甲第39例伫咧插花班上课，坐伫咧正对面。这个月3号因为发烧、甲脑喉痛的症状，带病院隔离。采检通报了后，确定是确诊，研判是族群的事件。甲第43例做伙出来的人，目前拢无症状。指挥中心伫咧进前宣布第39例已经结案了，奈阁出现感染者。所以我想说，那个结案又衍生这案子，所以39案不算是结案了哈。我们就现在直接能够针对就他家里同住的家人，我们也采检，好，那也是阴性嘛哈。接触的时间哈，大概是1个下午的时间，有2天啊，然后下午的时间。第44例是捌伫咧2月28号到3月3号，甲朋友去菲律宾旅游。3月2号伫咧菲律宾当地出现胃胀、甲落腹肚的情形。3号转来了后，因为脑喉打人先去病院看医生。4号去病院的时阵，病院发现这个个案有去过国外旅游，而且出现症状，随着采检通报了后来确诊。目前伫咧隔离的病房，属于境外感染的可能性较高，所以也有可能他是在飞机上感染的咯。这都有这样的可能性的哈。那你问我说是不是一定有没有可能说在国内被传染到？我也不敢否认，就是说一定没有。好，但是我们把疫调做完，全会把它厘清得更清楚一点。卫生单位会进一步来调查第44例旅游的行程，继续来追踪甲这个个案坐公办飞机的旅客、带做伙的人，佮有看病院接触过的人的健康情形。目前确诊的病例来到44例。记者综合报道。前2天咱新闻报道讲，台中营总护理人员叫外送便当，结果便当业者无爱送，因在那怨叹讲，徛伫咧风线的头一线，互人看人无。这2天伫咧南投草屯嘛有这款的情形，都一个护理师伫咧上班的时阵叫送餐的 app 叫外送，结果外送人员嫌讲因太高暖热，无爱送到内底，叫因就要来外口摕，结果互这个护理人员艰苦坐挂。你们都一起送哈。医护人员把握时间食饭，头家亲身来送外送，不过嘛不是大家拢像伊这么亲切，就护理师用手机 app 叫外送，结果互送外送的险。就是这句人情太高，互护理师感觉真伤心。迄当阵南投草屯一个护理师用 app 叫中斗顿送外送的到病院大楼外口了后，就打电话要求护理师到病院外口来摕。这个时阵护理师问讲，敢会当送到门口？对方煞回讲，病院真垃圾，人情太高，所以请你出来外口摕。互当事人感觉就伤心的。有少部分人可能对这个疾病其实也不是很了解啦，所以会产生一些歧视或者是一些排挤的心态。因为其实在临床很辛苦，然后除了用餐之外，其实也会蛮担心，在就学的孩子不知道会不会被排挤。甲心内烦恼甲无奈讲出来，不过也是有人真大心体谅医护人员的辛苦。其实会有那个店家愿意送来我们医院，我觉得很感动，也很谢谢他们。疫情愈来愈严重，医护人员的压力拢真大，希望大家拢会当加一寡尊重甲体谅。记者综合报道。
不过另外一方面，嘛有冰淇淋店替医护人员来加油赞声。高雄一间冰淇淋店看到医护人员这阵啊，这么辛苦伫咧防疫，因阵啊来推撒回报活动。假使若是医护人员摕工作证，就会当免费来到店里食冰或者是啉咖啡。消息一传出来了后，真侪医护人员拢烧酒来交关。当然，消费的金额较济送的金额，伊嘛学了点头，真有爱心。好食的冰淇淋，互人看到嘴软酷酷地，真想要食看卖咧。即马这间冰淇淋店有一个好康报，互你知，就是替医护人员工作证出来，就会当像安尼。你的冰淇淋好了。免费的冰淇淋就送到你的手诶。对于护理人员可以多一点打气，多一点关心、贴心，蛮感动的，还蛮窝心的。一间开伫高雄左营的冰淇淋店，因为头家太太是护理师，即阵啊拄着武汉肺炎，大家面对疫情拢唔敢放风，所以伊决定送冰淇淋甲咖啡3项选一项，希望用这款的方式来替辛苦的医护人员加油。我们现在台北有5家店嘛，台北5家店也可以，就是护理人员医护人员凭工作证，也可以去享用免费的冰淇淋。为着无因甲无味无力的医护人员，冰淇淋店煞优待出来，希望大家食完了后，会当继续为国家的防疫尽心尽力。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民众较无爱出门，嘛较合理坐长途的客运。各大客运业者生理会当讲是嗨惨，人客落差不多3-4成。真侪经业者已经甲交通部公路总局申请要减车帮。今年年初才拄通车的北华客运出现着一班车，敢若一个人的情形。包车的感觉，那我就可以随便吃。规台北华线的客运敢若一名乘客，客运司机真无奈讲，这真正常。是速度好，然后又不要说太急这样，安全第一。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民众拢尽量减少出门，嘛愈来愈少坐长途的大众运输工具。客运的业者是有苦，唔知要对台讲起。平日的话，大概5到6，受了疫情影响以后，那每一班车就剩下2个人左右，班车的成本的负担相当的高，最少每个小时保持1班车发1班车这样。业者表示，乘客足足减3-4成，若是无减班，成本伤悬。但是北华线属于6个月来新开的国道客运，目前无办法按照规定来减车帮。局里面大概也在针对这个部分，紧速在研拟一个一次性这个处置的原则。那有定案的话，马上就希望可以来协助这业者来进行这个减班后续的这个行政作。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咧烧，影响各行各业，政府甲业者互相来协调，要共同来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苗栗县一间本来生产美容医材工厂，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家己研发生产线，即马变做是做这款特殊的喙中颔，也就是内底加一层，介绍较俗，品质嘛佫较好，用到面膜纸会当加一层的保护，嘛避免讲长时间挂喙颔会有歹片的味，佫会当延长用喙颔的时间，会当讲是1.25蒙拉减洗裤，面部减掠吐。头一摆公开的生产线，照着梳理、铺网、水针编织、抛工、整布这个过程，佮经过真侪摆拍样，才开发出台湾自产自制喙中颔。原本以生产美容医材、面膜、纸巾仔为主的业者表示，有感觉到全世界喙颔的可能会无够，才会家己来研究喙中颔。思维就是说，如何延长这个口罩的使用时间，那我们就发明这个产品。经过了4-5次的打样才把它出来。其实喙中颔是用面膜纸来改良的，因为表面有凝水的特性，内层有吸水的效果，双边来穿孔，会当配合一般外科的喙颔或者是薄的喙颔来使用，放伫喙颔的内层。平常时只要换这个喙中颔，就会当延长喙颔使用的时间，佮会当加一层防护甲防潮。如果说你没有去医院的话，像我3天换一个口罩，因为口罩很大的时间是因为自己的口沫把这个口罩变臭了。自己都不敢用。业者讲，虽然甲应用产制价值较悬的美容器材生产线转来做介绍较低喙中颔，但为着防疫，会当尽一份心力，嘛是真有价值。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要来关心，有人这么啊无天良，含抢买钱就要偷摕。这件代志发生伫屏东潮州，顶个月24，有民众不幸往生，结果民间救护车来到现场来倒载尸体，结果这个救护车运将好像牵涉到趁到厝内人伫咧无用的时偷摕厝内钱。详细情形，连续记者吴梅山来查来了解。梅山。
好，主播各位观众，透过画面可以看到，救护车司机是被愤怒的家属团团包围，因为这名司机疑似是到民宅来协助接送往生者的遗体，却趁这个家属忙乱之际呢，窃取屋内的财物，被逮个正着。来看当时的情形。你来这里还偷？我偷就偷，就在你车顶。安名喂，伊偷来清早来开车门。为啥你车你在车顶？你讲。好的，可以看到家里面发生丧事，那么往生者的财物呢还被偷，让家属气不过，是一度在路上动手推打这名救护车司机。那么双方呢也一度发生扭打，而这名被指控偷窃的司机还想趁乱开车落跑，是被其他的家属给拦下来。而离谱状况就发生在上个月的24号，屏东潮州。那么最后家属是报警处理，这名司机也当场被带回侦办。目前警方正在厘清事发经过。以上是我们找到最新情形。张神交还棚内。多谢梅山，再来关心台北市复兴地下道昨暗发生一件严重的车祸，因为一只后倒摆汹涌停落来，想要捡物件，引起到后壁3架车闪袂离，一架弄落。详细情形，连续记者林明阳来带来了解。明阳。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可以看到机车缓缓骑往地下道，但这时候最前方一辆机车突然停下，这一停害得后方3台机车闪避不及，接连撞了上去，机车纷纷倒地，骑士们也重摔在地上，根本就站不起来。第一位骑士赶紧上前关心其他人状况，幸好只有2名骑士受到擦挫伤，没有大碍。这起4车连环撞车祸发生在5号晚间7点多，地点就在台北市的复兴地下道前面。第一台机车骑士供称，骑车时包包突然掉出车外，于是他赶紧停车想捡起包包，但突如其来的举动害得后方3台机车根本来不及反应，接连撞了上去。幸好当时机车的车速都不快，因此没有酿成严重意外。4台机车的车损也不严重，另外有2名骑士受到轻伤。警方就呼吁，骑车时要注意前方状况，也要保持好安全距离，才不会酿成追撞意外。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资讯，将时间交还给棚内。多谢明阳，同款害人安怎闪嘛闪袂离？这架货车想要插伫路径检查，结果引起事故。这架大架货车中道经过国道1号上北352公里，高雄公山这段路，因为想要挖靠路径检查讲回锁啊敢有白发案，结果因为切车道时去弄到一架自家用，这架轿车互伊弄一个冲去到护栏，搁再落落去到山坎骹，规台车拢倒起来，该在车底人赶紧走出来，啊若无一声就无命。救护车赶到现场，虽看到路边有白烟冲出来，啊，路径有一个查甫人徛伫遐，车的零件嘛刷甲规涂骹，看会出来车祸，互查甫人惊一个神魂无条体。消防人员有水线来拍火，车烧起来，互人看到足惊的，规台车拢互火烧甲，敢若剩铁架啊！真无简单，正甲火拍花，毋过车嘛报销去啊！啊边仔威利亚嘛互地歹去。车5中道一台货车经过国道1号上北高雄公山路段，想要甲车停伫路径检查白货用的锁啊有白暗无，想袂到伫换车道的时阵，因为视线早着，无注意到轿车，双方去压着，轿车当场冲出去护栏外口，尾啊烧起来。观察这2位驾驶人的精神状况都蛮良好，那进行酒精检测都没有饮酒的情形。好佳仔驾驶真紧着家己落车，敢若受到轻伤尔，看到车烧掉去，心情真正是无法度冷静落来。若是家己慢一步落车，后果想都唔敢想。记者综合报道。出名网络红棍蔡阿甲洪阿婆，星期初3下晡为徛家一日出门，就互歹徒夹讲推啊甲因喊。警察昨下晡已经抓到主嫌，也佫负责接应这个共犯，因拢是汽车改装厂的员工。讲到半年前，蔡阿甲伫咧网络直播闹话，结果互伊吓，已经扣分。结果几落工前，佫再看到蔡阿甲的影片，认为讲伊讲话臭样佫唱手，才会想讲要甲伊驾驶。蔡阿甲迄当时含有新35礼拜的某，徛后倒摆要出门去食饭，强互人攻击，因某着惊，主强火冒春秋，赶紧互人送去病院。蔡家骑车载某伫路口等红灯，向一个穿乌衫的查甫人挖过去，讲推啊举起来，就对2个人一直讲。洪阿某惊一个赶紧落车要闪，蔡家佫假是甲因某揽条条，就惊伊会着车惊，影响到巴肚内的囡仔。穿乌衫的查甫人犯案了后，就随离开现场，警方找2天，才总算伫新北市南口一间工厂内底抓到伊。网络上面是互相什么东西？
嫌犯甲共党的互警方带回去侦办，伊就是亚讲推啊讲带甲翁仔某的姓陈的嫌犯，因到底是有啥物冤仇，和有心的查某人嘛要攻击。对，这一支嘛，对，没错嘛哈。这个25岁嫌犯犯案了后，就随甲讲推啊藏伫伊上班的工厂附近。伊到案了后，讲去年8月看带甲直播了后，就伫咧下骹留言，想袂到煞互对方呛声，所以心内袂爽。半年了后，佮看到带甲的新的影片，感觉伊讲话实在伤过唱秋啊。找伊就甲朋友去带甲北投因兜外口看地形，找衫去现场等4点钟，尾啊动手犯案。去年暑假，在网络上啊，有与那个蔡姓网红啊。因为网络上的留言啊有起争执啊，那进而才报复。我叫李飞被吃一杯米家，后面有一个人过来拿了铁锤攻击我跟李飞。带甲迄当阵随翕影片收集证据，本来干那是要甲因某骑车出门去食饭尔，想袂到会互人讲家己的手后脚甲脚后尾拢切着伤，因某更加是当场惊一个子宫收缩，送去病院观察。安怎嘛想袂到讲甲网友互动会引起别人的怨恨。记者综合报道。台视新闻独家镜头来关心台中县市小甲了后14期长卫区即马当咧规划，刷落来4块位啊有洲际野球场、出名百货公司，也佫有巨蛋这大型的建设。台中商圈可能会刷位北平，特别是11期和14期刷落来会上盖热市。最近有民众发觉讲，中卫区内底这空地啊、铁网啊，互人破坏，头本粪扫，也佫有这个土屎，惊讲会变做是粪扫山。看过去规片的空地啊，全部拢是台中市14期定位区。这个所在当准备要开发建设，不过这阵啊有民众发现有人走来黑白倒粪扫，是不太有公德心。是袂使安尼啦，今日用铁丝尔没有用啦。定位区的范围真宽，所以无好管理。得今上好的地段，伫变做相关进程，就先互人有一个粪扫山的印象。重划区外围的铁丝网被破坏了一个大洞，不仅不肖人士跑来倾倒垃圾，甚至是废弃物，现场异味四散，还严重影响市容。因为那个地方太空旷哦，增加夜间不能巡逻，这样才会防止这个废弃物倾倒的发生。14期定位区所在有400多公顷，是目前台中市上大的定位区。附近唔但有洲际野球场，未来阁会有百货公司、巨蛋这地票。台中上闹热的商圈，未来有机会会向北平刷。附近的农地定位变作建地了后，一平为20万起到60万，平均起3倍。未来14期，或者说在这个我们的北侧这个发展，其实未来确实是我们台中市非常重要的发展重心。确实在最近就发现，不管是建商或者对于这14期有兴趣的询问的这些民众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多。县市合并了后，北屯区有可能会为2白区变做2林区，民众嘛拢真希望建设进程的这段时间，相关的单位就要做好维护管理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又有爱情的骗子，假设要交朋友，结果甲人骗钱。原来是乌道的人叫细汉的假先是生做真水的阿妹啊，利用交朋友的软体来骗查甫朋友见面。若是骗有成，就叫身材真好的查某公关去赴约。伫咧夹半仔机的店，夹无塞奶讲要讨生日礼物，落尾经上万块的精品名牌皮包啊，一个摕到就去转现金。短短2个月时间，已经超过50个受害者，骗到的金额嘛超过100万。目着头脏衫穿少少，这个查某囡仔身材真好，甲一个查甫人去夹红仔机的店，两个人看起来真亲密，就亲像是一对男女朋友。但这拢是假的，因为这个查甫人不知不觉已经落入去陷阱内底啊。有乌道的人叫细汉的扮做水妹啊，透过网络交朋友的软体来请查甫朋友见面，再搁派少年的查某公关去赴约，去到嫌犯所内夹红仔机的店来咧试水温。查某公关先是故意夹袂到，其中上贵的物件是无线的耳机，了后就开嘴用要爱生日礼物做理由，一直塞奶。结果被害查甫人真正互骗到戆戆死，买上万块的名牌卡包来做礼物。一个月薪查某公关，搁去店内退货转现金，短短2个月，都有超过50个人受害，得手上无有900万。专案小组是经过1个多月的搜证之后，见时机成熟，于前天呢持搜索票跟拘票前往查缉，当场将西信等12名犯嫌查缉到案。警方调查发现，主嫌伫咧7年前就用相像的诈骗手法来犯案，无想到搁再犯，呼吁民众伫咧网络交朋友爱注意，千万莫互一时的甜言蜜语来骗去。记者综合报道。
上新的消息要来关心，这是个人学了过去是广告财主范可钦，和一个王小姐讲借伊100万，伊煞无行，牵涉到背信罪。台北地检署传过了解，范可钦拢无来。今年2月已经发布通缉令，昨昏台中警察已经抓到范可钦，透明送到台北地检署来归案。也毋过范可钦伊讲，这件代志是乌龙市场。详细情形，连续记者陈祖勇来查来了解。祖勇。主播各位观众，广告的导演范可钦去年才因为债务纠纷闹上了新闻版面，现在却传出他因为借贷的纠纷遭到一名王小姐指控背信，还被台北地检署通缉了。而台中警方5号深夜将范可钦通缉到案后也连夜移送了北检归案。但对于借贷纠纷范可钦也接受访问回应。空白的支票，再到法院去说什么背信什么，就莫名其妙，就说也没有任何的借据，也没有任何的东西，就这样子就是随意指控，直说根本是乌龙一场。而事件的起因就是范可钦疑似在4年前以公司的名义向名王小姐借款了100万元，等到约定的时间过后范可钦疑似没有还钱，王小姐才向检方提出了告诉。但范可钦说根本不认识对方，还说对方拿着空白的支票，就说和他有借贷纠纷，根本是不实的指控。另外遭到北检通缉的部分范可钦有回应，是因为年初搬家后，北检的传票没有跟着寄到新家，自己也不晓得被发布通缉，直到昨天被警方联系上，才连夜北上来处理。而警方讯后也预定范可钦无保请回，并且来限制住居了。那么以上是目前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把先镜头交给棚内。多谢主勇，再来关心国民党明仔载要选党主席的补选，另外还有中常委改选，也毋过要投票进前，国民党赶紧召开考纪会，要来讨论到严重违纪的案件，和大家关心讲，敢会是和鲍坤琪恢复案有关？详细情形，连续记者陈义勇来查来了解。义勇。好，主播观众带关注一下国民党党主席补选明天就是正式的投票日了。不过趁在这个投票日的前夕今天国民党中央在早上10点半的时候就举行了考纪会。那大家也关注了，是不是要来讨论无党籍立委傅崐萁的恢复党籍案呢？那对此国民党的考纪会代理主委周守训今天也有了最新说明，带你来听听看他怎么说。我们有排傅崐萁的党籍案吗？今天没有排。今天没有排，今天没有。那如果有委员提的话，有没有可能会处理？太敏感的案子我们不处理啊，这是我们一向的惯例啊，因为明天就选举了嘛，对不对？所以希望一切为国民党的形象来着想，好不好？我相信大家都是有这个共识。因为挑在补选前一天开考纪会还是有点敏感，因为选风比较重大，我们一定要针对选风的问题，包括有很多请客吃饭啊，包括有很多这个涉嫌卖票啊，包括有很多这个换票联盟，那都有一些检举。那另外我们的主席候选人也有居民检举一个案子，所以今天会一并处理。那另外既然考纪委员都来了嘛，就清唱一下去年的案子，表示我们还是有在尽责的。可以听到，其实考纪会代理主委周守训是强调了今天傅崐萁的恢复党籍案并没有排在议程里面。而此外他是强调了，因为这个明天投票日就要正式来举行，因此是要来维护党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形象。那此外大家也关注了，因为其实这个包括像是考纪会的委员是强调，因为今天是这个临时的开会是没有详细的来通知说到底今天要来处理哪一些案子，因此他们是认为实在是太临时了之外也还有很多的检讨空间。以上目前向军情形将时间交还棚内主播。多谢义勇，再来关心行政院院长苏贞昌和各部会首长今仔日到立法院来接受总质询。会前针对到这个全国性的酒测敢要暂停，也有大型的活动敢要停办，做伙来关心。酒驾零容忍，无论中央地方都不打折。我们虽然疫情紧急，我们还是一样对酒驾都会酒测，也希望不要来乱。院长，指挥中心说1000人以上的大型活动的话，会建议评估风险，但主办单位说这样就相关防疫需要，怎么样子避免感染，中央会定出相关的规范跟指引，各部会根据业管的业务，再做进一步的细则规划，然后由地方主管机关来做判断裁量，有疑虑就各该个案，中央也会做明确解释。院长，这个澳洲的音乐家他是确诊进来再确诊出去，这样机场的检疫是不是有漏洞？我们就这个案子当初的情况是怎么样？那现在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还有精进的空间，都会逐一盘点啊，随时都可以改进。好，谢谢。昨天有院会有提到振兴抵用券的方向嘛？因为好像有收到团体希望可以在今年假发放，而且提高金额，这你怎么看？抵用券最重要就是希望在疫情趋缓后，我们可以借由抵用券，让受冲击的各产业都能得到因为民众出来消费快速振兴的机会，同时也借这个疫情中间那受冲击、生意比较清淡的时候，政府借由抵用券等，一方面希望刺激消费，一方面也希望能够让商圈、市场等改善体质，更能振兴。另外，大家真关心的就是内政部部长徐国勇昨日闭巡的时讲，为着防疫，要停办全国性的酒测，引起到地方政府有一寡反对的声音。针对这件代志，徐国勇今仔日互人访问的时，搁一再讲到，全国性的酒测一个月加加2届尔，暂停是为着考虑防疫。啊，若是地方的酒测，绝对无停办。详细情形继续请记者吴慧珊来带来了解。慧珊。好，主播各位观众持续带您关心立法院的最新情形。昨天呢，内政部长徐国勇在立委质询的上面呢，是表示说会暂停每个月2次的全国性酒测。不过这个措施是公告了之后，是引发了不少民众的不满。对此呢，内政部长徐国勇今天早上也再次强调，对于酒驾依旧是零容忍，只是会减少这个全国性的，地方上的还是会照样来进行酒测。先来听听内政部长徐国勇怎么说。收集这些所有入境旅客的健康声明卡，另外我们每天有很多警察在协寻那些失联的，就是居家检疫、居家隔离、拍拍照那些人，那些人是不少，那又要去帮忙，然后我们的李林长的关怀，这一些包括居家检疫的关怀，有时候也要我们警察过去，所以我们全国的警察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忙，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全国性的同步的这个酒测，一个月顶多2次，同步。而这个同步的时候，所有的警力要投入，而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防疫的这一些工作的进行。好了，可以了解到，其实，在2月12号的时候，这个全国性酒测就已经受到暂停了。不过呢，是因应这个防疫优先因此呢，民众来减少外出，餐厅的生意也大不如前，因此才会考虑把这个每个月2次的全国性酒测来先取消掉。不过地方上的依旧持续来进行中，所以大家还是要在防疫的同时注意酒驾依旧是零容忍，希望大家还是要开车上路的时候多加留意。以上就是掌握到的最新情形。多谢慧珊，搁再来关心一寡为外国来到咱台湾佚佗的旅客，拢会坐这个桃园机场坐稳。坐稳公司就开始要来办这个防疫的演习，针对到列车内底可能有中国武汉肺炎的旅客，也搁有旅客要进站进前，拢都要先磅体温。有一套 SOP， 也就是标准作业程序。针对到即马有发烧的旅客，因讲暂时会先用可控的方式，袂讲强制无爱载。也毋过若是坚持要上车这旅客，因就会要求因一定要挂喙烟，嘛爱写健康资料卡，会当进一步来追踪。我好像发烧。乘客坐车坐到一半，雄感觉身体无爽快，用对讲机通报了后，站长就会上车，询问乘客有去过倒位。旅客有接触去过疫区的亲友，疑似为感染人员 ，over， 小心哦，往前面哈。好吗？一旦列车上出现有疑似症状的旅客，捷运工作人员将会穿着全身的隔离防护衣来进行协助。工作人员装备齐全，带有可能有肺炎的镜头的乘客先去隔离的房间等，佮联络救护单位送去病院。武汉肺炎疫情愈来愈厉害，桃园机场坐稳的防疫演练拢唔加凊彩。另外，机场接温伫入站的闸啊，毛色红外线日常测温仪，预计3月底全线拢会安这个机器。若是旅客体温超过37度半，就会叫人莫坐车。不过目前干那是用可控的尔，无强制。对发烧乘客的这个劝导，那如果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决定，这个37.5度 C 不得搭乘的话，那我们会采取强制的手段。桃园机场是国家的大门，真侪乘客拢会在机场接温，所以就要建立专门的防护网，顾甲较严厉。记者综合报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讲，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继续拖，各国学校拢暂时休困，要来防疫。根据统计，全世界已经影响到3亿个学生囡仔因的受教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讲，全世界教育环境影响的速度也有规模，会当讲是有史以来上界大。武汉肺炎为人的速度真紧，2礼拜前，敢若中国下令讲校校爱休困，一声上少有9个国家宣布校校拢爱暂时停课。过来关心，这是韩国武汉肺炎疫情亲像水崩山，韩国的学生来咱台湾嘛是同款，像讲这个韩国到学咱台湾，为初六起全面禁止喙烟出口，为下礼拜开始。另外，买喙烟是明仔载，韩国是按照出事的年份尾数来分配采购的时间，限定一个人一届，敢若会当买2片喙烟，根本就是学咱台湾的经验。另外，欧洲防疫同款是真歹收煞，法国嘛学咱台湾。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讲，全面征收伫咧喙烟的部分，另外征收了后，搁再来做定分配。南韩的民众伫咧超级市场外口排队，就是为着要买喙烟。不过好消息来啊，南韩的市民以后唔免搁再抢喙烟啊。The measures include limiting the number of face masks each person can buy, banning mask exports, and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distribution done through the state. 南韩当局宣布，对后礼拜开始，公卖喙烟数量会对5成增加到8成。嘛，学台湾喙烟是明仔用出生年的尾数来分，拜一是尾数1到6个人会使买，拜2是2到7，拜3是3到8，拜4是4到9，拜5是5到0。礼拜都无限制，买的时阵就爱查身份证，而且每一个人每礼拜敢若会当买2片，嘛必须爱亲身来买。另外，对6号开始，南韩会全面来禁止喙烟出口，当局预算伫咧1个月内，整体产量会当提升到每一天1400万片。唔那是南韩、法国嘛学台湾喙烟管理的办法。Les médecins, les soignants de ville, mais également les personnes fragiles à qui il est recommandé par leur médecin de porter un masque, ou les personnes malades puissent aller se fournir gratuitement en masque. 法国确诊的人破200例，搁出现有官员确诊。总统马克龙伫咧4号宣布，要全面来征收喙烟，政府再统一分配给医护人员，甲确诊感染武汉肺炎的公民。这项措施看起来也是有参考台湾的防疫经验。记者综合报道。一般拢认为讲武汉肺炎是为乌白武汉开始挖起，最近就学者研究发觉讲14世纪中国乌死病捌大炭，可能嘛是为乌白武汉开始，落尾伫咧中亚、欧洲嘛爆发乌死病疫情，可能就是透过中国古早丝路的路径，慢慢挖到世界各地，和这一届武汉肺炎挖出去的方式的路径拢小可共款。武汉肺炎为乌白炭到全世界，伊朗甲意大利的疫情嘛拢最严重的。历史学家最近佫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炭的路线，甲14世纪和欧洲死一半人的接吻有真相像的所在。You know, in the past, as you discussed with the Black Death, the transmission routes were very similar, right? People follow the same routes over the same over the same roads, the same mountain passes, as they've always done. 原来鸟车症嘛捌伫乌白逼出来，迄当阵中国有2/3的人拢有去围着，落尾欧洲嘛出现鸟车症的疫情。根据了解，就是透过古早的丝路传过去的，迄当阵叫做波斯的伊朗灾情嘛真严重，尾手佮传去到欧洲、意大利嘛是灾区，迄阵用5年时间传到全世界死足侪人的。啊，即摆新冠病毒可能嘛是为乌白开始的，不过现代交通真方便，干内用几个月的时间，全世界都拢有疫情传出来。You have to think about the locality in which things are happening and how governments react to them, both in the past and in the present. 专家烦恼鸟车症是照古早丝路传开的，啊，即摆中国咧推广的一带一路，可能会真做帮助病毒传开的一条路。随网历史会当互咱参考，不过专家嘛提醒，现代疾病传开的情形，爱去考虑无同所在的特性，甲各国政府实行的防疫措施，要控制疫情，也是要靠全世界各国的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拢伫咧防疫，嘛加减有一寡进步。像讲俄罗斯车臣共和国旅游部部长讲到，最近因为百姓惯习食野生的韭菜，增加免疫力。雅芝有没有放松了？有很多女生条件这么好，你怎么会独选中雅芝？雅芝的潜力很好，我看好她。你对雅芝有没有意思？有。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这一关没有脉搏，等一下，这次没有心跳。登记一下死亡时间。小乖乖，你有听到妈妈在叫你的声音吗？你不能死，真真你不能死。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台视《4月望雨》。大语文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一日，咱做伙来看到这里有几落的读音，其中一个读做长，长就是算长度的单位。古早人讲一长差9尺，一长就是10尺。啊，若讲这10公尺就是一长。咱看到这个长是白音，还有一个白音读做张，张人的张。张若是读做白音的时，同款是这个意思。另外，咱看到文音读做中，中就是夫，像咱讲大丈夫，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丈人，这个意思就是称呼某的老爸；第二个词大丈夫，意思就是男子汉查甫囝。咱用一句话来举例，把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丈人甲新郎讲：惊某大丈夫，怕某猪狗牛，交代新郎都要好好啊照顾新娘。今仔日小解这一日长，另外一个音是张，也佫有中，提供予大家参考。搁再来看到，这是咱这两天新闻拢有报道，黄花风铃木长青，特别是这是嘉义的中辉桥附近，黄花风铃木规个大开，开花开甲真水，规个黄艳艳的花海，写真侪爱摄影、爱翕相的人拢来遮翕相。也毋过5年前，规个嘉义因为烤花，迄当年这个黄花风铃木同款是大开，即嘛民众就真烦恼，讲这一届开花，敢讲刷落来又搁是要烤花的掉头。专家回应讲，这个成长的环境是配合决定开花因素，提醒民众唔免伤过头操烦。漂亮啊，好漂亮，好漂亮啊！囡仔弟用黄花风铃木的花做的头冠，边仔亲人无引体翕相，家己中辉桥人叉，全部拢是要来看黄色的花海的。颜色特别鲜艳，然后就觉得特别漂亮，就下来看看。3月初这次我们是第一次3月出来，就觉得花开的比较甚多。为天顶看落去，黄花风铃木伫路的两边开花，头尾有1公里长，黄色的花海水甲互人会得志，写真侪摄影迷来遮翕相。5年前，黄花风铃木同款开甲真旺，迄当阵嘉义拄着烤花，是不因为环境无好，所以才会开甲遮尔旺。敢讲今年的情形是代表个别有烤花。植物在逆境下会诱导它逆境开花，但是要开得好、开得漂亮，它还是要在它适合优化的环境下，才可以做大量的开花表现。专家讲，适合的环境才是决定黄花风铃木开花上关键的原因。民众唔免伤过烦恼，欢欢喜喜去赏花就好。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即卖拢有防疫的撇步，像讲俄罗斯车臣共和国旅游部部长最近讲，在地百姓惯习食野生的韭菜，会当增加免疫力，也佫有抵抗力来抵抗武汉肺炎。另外，中国湖北有一间病院利用香草来消灭病毒。甘肃都有车手的专家注意做这个防疫的香包，内底放8款经过专家认证的汉药材，看起来外口是真油，讲有抗病毒的效果。鼎内底青硬硬野韭菜的香味随着鼎开冲出来，烧落来烧烫烫的料理就会当芳就倒啊！伫咧俄罗斯车臣共和国，因众唔惊武汉肺炎，全部拢是因为靠当地出产的野韭菜来咧增加抵抗力。Очень больш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витаминов находится в этом растении. Это однозначно укрепляет иммунитет, благоприятно сказывается на общем тонусе, на здоровье человека. 车臣进前举办野韭菜节，现场摊贩烹出各种的料理，阁有人将野韭菜加做汁啉落去，因为伊唔但会当预防心血管的疾病，阁有排毒的效果，会当讲是另类的防疫圣品。啊，若讲到草药的防疫，中国当然嘛袂当输人。湖北满城一间病院，透过烧麻草来咧去除病毒，互看医生的民众拢感觉真神奇。这个味儿还蛮香的，真的觉得有种新鲜的感觉。甘肃是有车手的专家，展出家团的技术，用心制作1200个防疫的香袋啊，内底有掺8种的汉药材，做出来香袋啊把碗搁金卡。这是关注嘛，关注菖蒲、佩兰、藿香，然后白芪、
超市大众这个是经过这个专业认证的，只有这个里面小把都配起来的。另外，疫情严重，其代理街头是有人用炮啊来咧赶病毒，是毋是真正有效，就爱搁等实验。不过，为着要战胜病毒，各国的偏方是步数真短。记者综合报道。跳过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来吃手路菜，这是澎湖出名的仙人掌，在地人讲是八仙掌，也有人讲是红巷翅。即卖会当摕来做熟胖，做煎甜胖。雅芝有没有放松了？有很多女生条件这么好，你怎么会独选中雅芝？雅芝的潜力很好，我看好她。你对雅芝有没有意思？有。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这一关没有脉搏，等下，这真没有心跳。登记一下死亡时间。小乖乖，你有听到妈妈在叫你的声音吗？你不能死，真真你不能死。每礼拜1到拜5暗时8点，台视4月望雨。我好希望再次看到那个在龙泉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追寻自己将军梦的黄曼丽。黄先生吗？对。请先看看，有什么问题再跟我说。我觉得这间咖啡厅真的还不错哎。这里没有让你可以表演的小舞台。所以是因为我才找不到咖啡厅哦。对啊。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钱又快，死还便宜你。法务长要告我们威胁考试，如果还有下一次，我就把文件。你能不能放下对陈佑华的偏见？如果我放下，你愿意一直待在我身边吗？3月28日起，每周6晚间10点，台视复活。给自己一个挑战，就是要稍微改变一下，因为传统的料理做久有时候有一种职业倦怠症，想突破自己，给自己一个不同的方向去做做看。都选用100天的鹅，肉质比较好吃的话，是以母鹅为主，母鹅身材比较短小的，吃起来的话，那肉质会更鲜甜。每个礼拜天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欢迎继续再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路菜，赶快要带大家来吃无同的手路料理。来看到澎湖在地名产，也就是仙人掌，在地人讲是八仙掌，或者是红巷翅。即马有人研究开发，摕来做胖，也有做圆箍仔胖，变做是社区的特色。即马特别热市，嘛咧市面上卖较无货，变做澎湖在地特色的伴手礼。师傅真熟悉咧烂面菜，这个面菜乃无同款，粉粉的椒仔色特别醒目。无偌久，香公公的胖出炉啊，松软搁 Q 搁香，互人是脆烂插插丁。这粉红色的胖主要的原料都是澎湖的仙人掌。规山片的仙人掌是澎湖有名的景观，嘛做出真侪特色的商品。除了仙人掌冰，5德社区嘛利用仙人掌来制作仙人掌的食胖、甜箍仔胖、甲葱仔饼这特色的美食。好吃啊，这个好吃，我有吃过。所以我们想到说，仙人掌这果实啊，我们就可以来研发、来研究，所以做了很多我们的现在的菠萝，一色系一特色。那我们5德设计。真的做很到位，也很成功。社区的发展结合在地特色，将仙人掌的酸甜滋味，甲粉红仔色的色水，变做游客上喜的伴手礼。记者综合报道。
在地事事看看，过来看到南投埔里正咖啡笋的所在，暗时规个变做桥仔色。这个特殊的画面，原因就是因为做田人希望一年四季拢会当生产咖啡笋，暗时利用电火来烧，让咖啡笋较熬大，也毋过对大自然的环境加减有公害会省长。上尾甲暨南大学开始用 LED 电火来做实验，白光阵啊变做桥仔色，效果特别好。这项研究的成果上尾刊伫咧国际出名期刊。暗暝靠白笋田，规个拢是红桥仔色的，看着真奇巧。这样特殊的景色，这是暨南大学替南投埔里的农民特别改良的，就是这款 LED 的夜间照明设备。主要是把这个钠灯用我们70瓦的 LED 灯来取代，可以造成至少80%的一个省电的一个情形。南投埔里是全国咖啡笋上大的产地，为着要规年烫天拢会当生产咖啡笋，农民过去是用迄落传统的高压蜡灯，伫暗时来甲照，安尼通超测调整产期。不过这个蜡灯伊成本高，阁会造成公害。暨南大学伫3年前，就开始来研究这个 LED 来甲照明的实验，结果效果真好。研究的成果也阁刊伫 Science 国际 SCI 的期刊顶悬。代表就是说，我们的研究是值得推动的啊！采用 LED 灯之后，它的产量跟产值并不会影响，这对整个地球环境、整个永续来讲是非常的具有意义的。看这个互桥仔色的光线照甲光莹莹的靠白笋田，刊伫国际期刊的头面呢，这唔但证明讲暨南大学研究的重要性，嘛互全世界看到台湾之心埔里的水。记者综合报道。雅芝，有没有放松了？有很多女生条件这么好，你怎么会独选中雅芝？雅芝的潜力很好，我看好她。你对雅芝有没有意思？有。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这一关没有脉搏，李姐，这次没有心跳。登记一下死亡时间。小乖乖，你有听到妈妈在叫你的声音吗？你不能死，真正你不能死。每礼拜1到拜5暗时8点，台视4月望雨。我好希望再次看到那个在冷泉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追寻自己将军梦的黄曼丽。黄先生吗？对。请先看看，有什么问题再跟我说。我觉得这间咖啡厅真的还不错哎。这里没有让你可以表演小舞台。所以是因为我才找不到咖啡厅。对啊。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钱又快，死还便宜。法务长要告我们威胁考试，如果还有下一次，我就把文件。你能不能放下对陈又华有偏见？如果我放下了，你愿意一直待在我身边吗？3月28日起，每周6晚间10点，台视复活。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做代志，行是一个行碗，咱相唱无是一条性命。只要恁做三陪一天，这句话一定爱记。谁啊？宇宙冒险，古道探秘，如果有什么地方冒昧到你们的，庙宇传奇。我奇怪，那上面发生什么代志？刑案解密，
最神秘未知的现象，新闻大解密带您一一解开。每周日晚间10点，跟鲨鱼接吻。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哎呀，他出来了！你看我我好看啊！好多人伫咧讲，查某人生囝生过加酒芳，生袂过四地帮。若是我会晓，无伫口我母甲小姐就袂死。有查某人的牺牲，才有生命的传承。担心生生世世。延安9点，请收看台视的4月望雨。雅芝有没有放松了？有很多女生条件这么好，你怎么会独选中雅芝？雅芝的潜力很好，我看好她。你对雅芝有没有意思？有。跟我讲。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这一关没有脉搏，这次没有心跳。登记一下死亡时间。小乖乖，你有听到妈妈在叫你的声音吗？你不能死，真真你不能死。每礼拜1到拜5暗时8点，台视4月望雨。我好希望再次看到那个在冷泉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追寻自己将军梦的黄曼丽。黄先生吗？对。你先看看，有什么问题再跟我说。我觉得这间咖啡厅真的还不错哎。这里没有让你可以表演小舞台。所以是因为我才找不到咖啡厅哦。对啊。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钱又快，死还便宜你。法务长要告我们威胁考试，如果还有下一次，我就把文件。你能不能放下对陈佑华的偏见？如果我放下了，你愿意一直待在我身边吗？3月28日起，每周6晚间10点，台视复活。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做代志，旁是一个动画，咱双手摸是一条生命。只要你做3步1天，这句话一定爱记。谁啊？宇宙冒险，古道探秘，如果有什么地方冒昧到你们的，庙宇传奇。我奇怪，哪会发生什么代志？刑案解密，最神秘未知的现象，新闻大解密带您一一解开。每周日晚间10点，跟鲨鱼接吻。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哎呀，他出来了！你看我好看啊！好多人伫咧讲，查某人生囝生过加酒芳，生袂过四地帮。若是我会晓，无伫口我母甲小姐就袂死。有查某人的牺牲，才有生命的传承。担心生生世世。延安9点。因为这个病毒的特性，它有很多轻症或者是无症状感染，可能会传播的这个性质。那既然进到社区来之后呢，其实就是全民防疫的阶段。
就大家都有责任。2009的新型流感，并不是说你今天病毒变异就一定说那个药物就没有效，完全是看药物有效的它的焦距的地方，英文叫 targeting area。targeting area 有没有变异？周六晚间8点，请锁定台视新闻台热线追踪。欢迎继续带来到新闻的现场，要带大家关心，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东海华国家风景管理处为今仔日起，针对到华东管区内游客中心的室内场所，也有这设备，拢会采取一寡所在暂时无开放，要来管制。有一寡所在有开放，不过逐工一定会派清洁人员用酒精来摒扫。疫情发生了后，普通时风景区的游客人数一日减真济。另外，这大卖场因为生理系列的，东管处即马答应讲会减税金或者是减租金的方式来斗骹手。新闻上尾要来关心北海道这2天强强落大雪，有的所在雪算算的有150公分悬，在地大港机场因为落大雪嘛暂时无开放。新闻上尾，插台做伙来关心，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忠，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雅芝有没有放松了？有很多女生条件这么好，你怎么会独选中雅芝？雅芝的潜力很好，我看好她。你对雅芝有没有意思？有。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